土樓，世界上獨隻無腦界生活半界山村民歌高強度，以光環分布於中國界福建、廣東兩世界山區丘陵，是客人着山人界典型群歌主題。廣土廣東世界照片櫃就分布着大大細細嘅655座土樓，是中國土樓強度界一個重要組織區。其中，位於照片櫃三角亭南兩村嘅豆腐樓，因其獨特嘅不規性外觀，2006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往潮汕鄉鎮人民最車架台北，就是探訪這座中國最大嘅八角形土樓。